各位街坊、各位叔伯、兄弟、姨媽、姑姐，如果你或者身邊嘅長者平時牙痛想去洗牙、補牙，甚至要鑲假牙，但係睇私家牙醫下下要幾千甚至幾萬蚊，心諗幾時先至有免費或者平價嘅牙科服務？又或者你已經申請緊公立醫院嘅醫療費用減免，以為自己申報得清清楚楚，點知最近收到社署或者醫管局嘅通知，話你涉嫌誤報資產、隱瞞存款，甚至可能要追討返之前減免咗嘅幾萬蚊醫療費，呢個絕對唔係聳人聽聞。喺2026年，政府針對公院醫療費用減免以及各項長者福利嘅審查力度係前所未有咁嚴格。好多老人家根本唔係特登瞞報，而係落入咗一啲連自己都唔知嘅審查陷阱裏面。今日呢條片，我會為大家一口氣拆解2026年最新嘅長者免費牙科福利申請全攻略，話你知點樣去用幾十蚊甚至零成本去洗牙、補牙同埋鑲假牙。同時間更會深入拆解公立醫院醫療減免嘅3大審查陷阱，教大家點樣合法合規咁保障自己嘅權益，避開隨時誤墮法網嘅風險。內容非常之實用，記得睇到最後，同埋分享俾身邊嘅老人家同埋屋企人知。我哋先嚟講講最近鬧得沸沸揚揚嘅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誤報資產事件。近年唔少去公立醫院睇醫生、留院或者做手術嘅長者，因為收入少或者冇工作，都會透過醫務社會工作部，即係我哋俗稱嘅醫社務，去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如果申請成功，睇醫生、拎藥，甚至住公立醫院嘅費用都可以獲得全免或者部分減免。呢個本來係政府照顧基層同埋長者嘅好意，但係自從2025年到2026年，醫管局同社會福利署加強咗抽查機制，引入咗更深入嘅跨部門數據對比之後，竟然發現有相當多嘅個案涉及資產申報不符。有老人家收到信嗰陣嚇到膽都爆，名單自己戶口得幾萬蚊存款，點解會被指控誤報資產？呢度就涉及第一個最容易踩中嘅審查陷阱，就係聯名戶口嘅資產計算方式。好多老人家覺得自己年紀大，手腳唔方便，或者怕將來有乜事，所以幾年前就同仔女開咗個聯名銀行戶口，將仔女嘅錢或者自己嘅積蓄存喺入面。喺老人家嘅觀念裏面，佢哋會覺得呢個戶口裏面嘅錢係仔女嘅，或者自己只係佔其中一半。但係喺社署同醫局嘅資產審查制度裏面，法例同指引嘅睇法完全唔同。除非你有極之有力同埋法理上認可嘅法律文件去證明，否則喺審查嗰陣，聯名戶口裏面嘅所有存款係會被全數預設歸入申請人，即係老人家名下嘅資產。舉個例子，伯伯自己嘅個人戶口得2萬蚊，符合減免資格，但係佢同個仔開咗個聯名戶口，個仔入面存咗20萬蚊，作為結婚或者買樓嘅首期。伯伯以為嗰20萬唔關自己事，申報資產嗰陣就只寫咗2萬蚊。點知審查人員一查銀行記錄，發現呢個聯名戶口裏面有20萬，直接將呢20萬全數計入伯伯嘅資產總額裏面，咁樣加埋就變咗22萬，遠遠超過咗醫療減免嘅資產上限。審查人員就會認為伯伯係隱瞞資產，作虛假聲明。呢個聯名戶口陷阱係目前最多長者無意中踩中嘅第一大雷區。緊接着嘅第二個審查陷阱就係保單嘅儲蓄價值同埋年金。好多老人家喺幾十年前或者退休初期，喺親戚朋友介紹之下，買咗一啲儲蓄型人壽保險、儲蓄保單，或者近年好流行嘅合資格延期年金、香港年金等等。老人家平時只係覺得自己每個月或者每年供錢，或者擺喺度等拿回報，又唔係實時有現金拎出嚟用，所以喺填寫資產申報表嗰陣，往往只係填咗銀行存摺嘅數字，以為保險公司嘅保單唔算係銀行存款，就冇申報到。但係大家要明白，喺公院醫療費用減免同埋長者福利審查制度裏面，任何具有退保現金價值嘅儲蓄保單、投保人名下嘅人壽保險資產，全部都必須折算為現時嘅資產價值。審查人員追查嗰陣，會要求申請人出示保險公司開出嘅保單價值證明。如果保單嘅退保現金價值加埋紅利有10幾萬，而你申報嗰陣填咗0，咁樣喺審查機制裏面就會被認定為未有如實申報資產。就算你話自己根本唔懂得算，唔知道儲蓄，保單都算係資產，喺法律同行政層面上都好難作為免責嘅借口。至於第三個審查陷阱，亦都係最容易引起爭議嘅，就係仔女俾嘅家用同埋頻繁嘅戶口轉賬。有啲長者雖然自己冇工作，冇固定收入，但係仔女好孝順，每個月會定期轉幾千蚊去老人家嘅銀行戶口作家用，或者有時屋企要做大修葺，買電器，仔女會一次過轉1-2萬蚊入去老人家戶口，等老人家拎去交錢。
喺審查人員眼裏面，銀行戶口裏面嘅每一筆定期入賬都可以被視為申請人嘅收入。如果仔女每個月轉1萬蚊入去伯伯戶口，審查人員就會計算伯伯每個月有入1萬蚊收入，從而令到佢嘅月收入超過咗醫療費用減免嘅入息限額。更麻煩嘅係，如果仔女轉咗一筆錢入去，老人家隔幾日又提取返出嚟俾其他人，呢啲頻繁嘅大額資金流動會引起審查人員嘅懷疑申請人係咪幫緊其他人使錢，或者隱瞞其他未申報嘅收入來源。如果答唔出呢啲資金嘅合法來源或者合理用途，申請唔單止會被實時拒絕，仲可能會被審查部門要求提供過去1至2年內所有銀行戶口嘅詳細流水賬，甚至被轉交相關部門調查係咪存在故意隱瞞。講完呢3大審查陷阱，大家可能會問，點解喺2026年審查會突然間變得咁嚴格？因為政府喺面對醫療開支日益龐大嘅壓力之下，必須要確保每一分公帑都用喺真正有需要嘅基層市民身上。所以各位叔伯、兄弟姊妹，如果你或者你嘅屋企人準備申請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或者現正接受緊減免，一定要定期檢查清楚自己名下嘅所有資產，包括所有個人戶口、聯名戶口、外幣戶口、股票戶口、保單、現金價值，甚至係賽馬會嘅投注戶口。填表嗰陣一定要如實申報。如果有任何唔確定嘅地方，寧願喺申請嗰陣主動問清楚醫務社會工作者，或者出示相關文件，由佢哋幫你判斷。千萬唔好抱住試下無妨，或者以為政府查唔到嘅僥倖心理，因為一旦被認定係虛假聲明，唔單止要退還所有減免咗嘅醫療費用，仲有機會負上刑事責任，咁就真係得不償失啦。拆解完醫療減免嘅審查陷阱之後，我哋即刻進入今日嘅另一個重點，亦都係全港幾十萬長者最關心嘅問題。喺2026年，老人家到底有乜嘢免費或者極度便宜嘅牙科福利可以申請？點樣可以用幾十蚊甚至唔使錢去洗牙、補牙同埋鑲假牙？好多老人家一聽到睇牙，第一時間就諗起貴，覺得牙齒鬆咗、痛咗，忍嚇就算，或者去藥房買止痛藥食，食到食唔到嘢，痛到瞓唔到覺，先至迫於無奈去私家診所。但係其實政府同埋非政府機構喺2026年提供咗好幾個非常完善嘅長者牙科資助計劃，只要你符合資格，識得申請，睇牙根本唔使花大錢。首當其衝最值得大家關注嘅就係關愛基金下嘅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計劃。呢個計劃喺2026年進行咗進一步嘅優化同推廣，目標就係要幫一班有經濟困難但又未有領取綜援嘅基層長者解決牙科問題。咁到底咩人符合資格呢？首先年齡方面，申請人必須要年滿65歲或以上，記得啦係65歲，而且必須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喺經濟資格方面，你必須係正喺度領取政府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我哋平時講嘅長生津，又或者係正喺度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嘅家居照顧服務、社區照顧服務嘅長者。只要你符合呢2個基本條件，你就已經一隻腳踏入咗獲批資助嘅大門。咁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計劃到底包啲乜嘢牙科服務呢？呢個係最多人關心嘅地方。呢個計劃提供嘅服務非常全面，絕對唔係求其幫你睇2眼就算。第一，基本嘅牙科檢查同埋口腔評估。第二，洗牙服務。好多老人家幾十年都冇洗過牙，牙石堆積導致牙周病、牙肉發炎同埋牙齒鬆脫，洗牙可以有效防止牙周病惡化。第三，補牙服務。如果牙齒有蛀牙，牙醫會幫你清走蛀蝕部分同埋填補好，保留返你自己嘅真牙。第四，脫牙服務。如果隻牙已經壞到冇得救，嚴重發炎或者鬆到隨時掉落嚟，牙醫會幫你安全拔除。更重要嘅第5點就係鑲假牙，包括活動假牙、部分假牙或者全口假牙。大家都知道，私家牙醫鑲一套全口假牙，隨便便都要1萬到2萬蚊，對於領取長生津嘅老人家嚟講，係一個極大嘅負擔。而喺關愛基金呢個計劃裏面，只要經指定牙醫評估，認為需要鑲假牙，整套假牙嘅費用，連同前期的洗牙、補牙、脫牙，全部費用都會由關愛基金直接資助。老人家自己係完全唔使出任何1分錢，係真真正正嘅零成本。咁有聽眾可能會問，呢個關愛基金牙科資助點樣申請呢？係咪要好似去公立醫院咁排幾年隊？答案係唔使。申請流程其實非常簡單同直接。全香港有超過幾百間參與呢個計劃嘅私家牙科診所，以及非牟利機構嘅牙科診所。
你只需要帶埋你嘅香港智能身份證，正喺度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證明文件，即係社署發出嘅津貼通知書，或者最近3個月嘅銀行戶口存摺流水記錄，去到有份辦理呢個計劃嘅服務單位辦理登記。呢啲服務單位包括全港各區嘅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者指定嘅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工作人員會實時幫你核對資料，確認資格之後，就會安排同預約參與計劃嘅私家牙醫或者非牟利診所牙醫幫你做首次檢查。成個過程唔需要複雜嘅手續，亦都唔需要你自己先墊資再索償。所有資助款項會由政府直接支付俾牙醫，你只要按照預約時間去睇牙就得。除了關愛基金之外，2026年長者另一個極之實用嘅牙科福利，就係衛生署轄下嘅公立牙科診所急症服務。呢個就係大家平時聽講嘅幾十蚊睇牙服務。有好多街坊成日問公立牙科診所到底有啲乜嘢睇，收費係幾多，點樣去排隊？大家要清楚知道，衛生署嘅公立牙科診所主要是提供牙科急症服務，即係我哋俗稱嘅止痛同埋拔牙。公立牙科診所目前全港有11間提供免費牙科急症服務俾公眾市民。雖然主要係處理急症，但係收費極度便宜，或者喺指定診所係免費。不過以前公立牙科診所最為人詬病嘅就係老人家要喺半夜3更、凌晨2、3點去到診所門口排隊拎籌，排到凍冰冰又危險。好消息係喺2025年到2026年，衛生署已經全線推行咗電子化預約同埋現場登記優化系統。依家老人家或者仔女可以喺預定派籌時間之前，透過網上系統或者電話語音系統進行初步預約同登記，大幅度減少咗凌晨喺街頭露宿排隊嘅苦況。如果你突然間牙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覺，或者牙肉腫到好厲害，需要實時止痛或者拔走壞牙，公立牙科診所急症服務係一個極低成本嘅應急選擇。只要你持有香港身份證，去到公立牙科診所，經過牙醫評估確認係急症之後，就可以即場接受止痛藥物開方或者拔牙手術。不過大家要留意，公立牙科診所嘅急症服務係唔包含洗牙、補牙或者鑲假牙嘅。如果你想做全面嘅牙科復康，就必須要配合返我剛才講嘅關愛基金計劃或者其他途徑。講到呢度，不得不提第3個長者必用嘅牙科資源，就係每年嘅長者醫療券計劃。在2026年，長者醫療券嘅每年金額依然係2000蚊，累積上限高達8000蚊。而最重要嘅係，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喺近年得到咗極大嘅拓展，唔單止可以在香港本地幾千間私家牙科診所使用，用嚟支付洗牙、補牙、照牙科、X 光、做根管治療，即係杜牙根，甚至係鑲假牙嘅費用，仲可以喺大灣區指定嘅醫療機構使用。對於住在新界北部或者平時方便去深圳、珠海嘅長者嚟講，2026年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簡直係一個天大嘅福音。目前，香港政府已經批准咗大灣區多間頂尖嘅醫院同埋大型牙科醫療機構可以使用香港嘅長者醫療券，例如深圳嘅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及多間位於羅湖、福田口岸附近嘅指定大型合規牙科醫院。大家知道喺深圳指定嘅合規機構睇牙，收費往往比香港私家診所平一半，甚至2/3。舉個例子，喺香港私家診所洗一次牙可能要600到1000蚊，但在深圳指定嘅醫療券適用機構，洗一次牙可能只需要100到200元人民幣，而且可以用香港政府發放嘅長者醫療券直接扣除。呢個意味住長者每年2000蚊嘅醫療券，如果帶去大灣區指定機構睇牙，可以用到好似4、5千蚊咁好用。可以做埋全口深度洗牙，補好幾隻蛀牙，甚至做埋高質量嘅假牙修復，而自己完全唔使出私房錢。不過使用醫療券睇牙，亦都有幾點需要特別注意。第一，一定要確認該間牙科診所或者醫院係香港衛生署認可嘅醫療券參與機構，千萬唔好聽信街頭小廣告，去咗一啲無牌或者唔合規嘅診所。第二，使用醫療券嗰陣，診所必須要透過香港政府嘅醫健通系統進行實時扣數，並會實時印發扣數單據俾長者。單據上會清晰顯示你扣除咗幾多錢，同埋剩餘幾多餘額。老人家每次睇完牙，記得要核對清楚單據上嘅金額，保障自己嘅權益。提到呢度，我哋不妨將幾種長者免費及平價牙科福利做一個整體嘅比較同埋組合建議，睇下點樣搭配，先至可以將福利發揮到最大效益。如果你係一個年滿65歲，正喺度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你嘅最優方案係第一步，首先去申請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因為這個資助係全額免費嘅，而且包埋最貴嘅鑲假牙服務。
你可以用關愛基金嘅資助，一次過將全口嘅壞牙拔除，補好剩餘嘅真牙，洗乾淨牙石，然後鑲返一套合適嘅假牙，恢復正常嘅咀嚼功能。呢個過程價值幾千至幾萬蚊，全數由關愛基金買單。當你用完關愛基金嘅資助，完成咗全口牙科修復之後，第二步你就可以將你每年2000蚊嘅長者醫療券保留落嚟，作為日後嘅定期保養。例如每年定期用醫療券去私家診所或者大灣區指定診所洗一次牙，做一次例行嘅牙科檢查。咁樣搭配，你幾乎1分錢都不用花，就可以令自己嘅牙齒喺未來5年、10年都保持健康。而如果你係年滿65歲，但係因為資產或者收入超標，冇領取長生津，咁你雖然申請唔到關愛基金嘅免費牙科，但係你依然享有每年2000蚊嘅長者醫療券。你可以善用醫療券去私家診所或者大灣區指定醫療機構睇牙。同時，如果遇到突發性嘅劇烈牙痛或者牙肉發炎，你可以隨時利用衛生署公立牙科診所嘅急症服務去作實時嘅拔牙同埋止痛處理，咁樣亦可以大幅度節省你嘅醫療開支。講完牙科福利嘅組合拳，我哋再返去睇睇前面提到嘅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審查。因為好多長者喺申請關愛基金、牙科資助或者公院醫療減免嗰陣，往往需要提交相似嘅資產同埋收入證明，所以清楚了解點樣合法正確咁申報資產，係確保你順利拿到福利，又唔會踩中法網嘅關鍵。喺2026年，如果你準備去申請公院醫療費用減免，或者任何需要經過資產審查嘅政府福利，請大家一定要跟住以下呢幾個步驟去做好準備。第一步，整理好自己名下所有嘅銀行戶口。不論係港幣戶口、外幣戶口、定期存款戶口，甚至係幾十年冇用過，入面得幾十蚊嘅凍結戶口，只要係用你嘅身份證開嘅，全部都要列出嚟。在填寫表格之前，去銀行印出過去6個月至1年嘅存摺記錄或者銀行月結單。審查人員睇嘅係文件同埋數據，只要你主動全部申報，就算資產接近上限，都好過你留步，被審查人員查出嚟認定為隱瞞。第二步，處理好聯名戶口嘅問題。如果你同仔女或者其他人開咗聯名戶口，而戶口裏面嘅錢確實係屬於對方嘅，最乾淨利落嘅做法係喺申請任何資產審查福利之前嘅半年至1年，喺法律合規嘅情況下，將聯名戶口裏面不屬於你嘅資金轉走，或者直接取消該聯名戶口，將資金歸還俾真正嘅所有人。如果你喺申請前夕先至急急忙忙轉走大筆資金，審查人員會追查資金去向，懷疑你係刻意轉移資產以符合申請資格。如果真係有歷史原因未能取消聯名戶口，你必須要提供極之詳細嘅資金來源證明，例如仔女嘅出糧記錄、稅單，證明戶口裏面嘅每1分錢都係仔女存入，長者從來冇動用過，並由雙方簽署法律聲明書，咁樣先至有機會獲審查部門採納。第三步，清楚申報所有儲蓄型保單。如果你手頭上有任何人壽保險、儲蓄保單，喺申請前主動聯絡你嘅保險經紀或者保險公司，要求佢哋開出一份保單退保權益及現金價值證明書，信中會明確列出喺你申請當日，該保單嘅實際退保現金價值係幾多，將呢個數字如實填入資產申報表嘅保險資產一欄。只要你如實填寫，審查人員會根據法例標準去計算，就算最終因為資產超標而唔獲全免，你都可以問清楚可以獲得幾多百分比嘅部分減免，總好過因為隱瞞保單而被取消資格，甚至追討費用。第四步，合理說明仔女嘅家用與資金往來。仔女俾家用係天經地義嘅孝親行為，但係喺審查機制裏面，仔女俾嘅現金家用或者轉賬家用會被計算為長者嘅日常收入。仔女喺俾家用嗰陣，建議盡量保持金額定期同埋穩定，唔好1個月俾2000，下個月突然轉5萬。如果遇到屋企有特別大額開支，例如老人家要換醫療器材、維修房屋，仔女最好直接將錢支付俾服務提供者或者商家，而唔係將大筆現金轉入老人家的銀行戶口。咁樣可以避免老人家嘅戶口出現唔必要嘅大額資金流動，減少審查人員嘅疑慮。講到呢度，大家應該對2026年嘅長者免費牙科福利以及公院醫療減免嘅3大審查陷阱有咗一個非常全面同埋清晰嘅了解啦。政府嘅福利係用嚟照顧有需要嘅市民，但行政跟審查制度亦都非常嚴謹。作為市民或者長者嘅仔女，我哋既要懂得以利用合法嘅途徑去為父母同埋自己爭取應有嘅免費洗牙、補牙、鑲假牙權益，同時亦都要保持清醒，
清楚了解資產申報嘅法規，切忌因為一時疏忽或者誤解而落入誤報資產嘅陷阱裏面。希望今日呢條咁詳細嘅全攻略可以真正幫到各位街坊同埋屋企有長者嘅朋友。如果你覺得呢啲信息有用，記得幫手點個讚，同埋一定要將呢條片轉發去你哋嘅屋企人群組、長者群組同埋街坊群組。好多老人家就係因為唔知有關愛基金可以免費鑲假牙，白痛咗好多年，又或者因為唔知聯名戶口算資產，無端端被追討醫療費。你嘅一次簡單分享，可能就幫到身邊嘅老人家解決咗多年嘅牙痛困擾，或者避開咗一場官非。如果你對長者牙科福利或者醫療減免仲有任何疑問，歡迎喺下面留言區留言，我哋一齊討論拆解。祝各位叔伯兄弟姊妹身體健康，食得咁，瞓得好。我哋下條片再見。